喺養老嘅行業做咗10幾年之後，我發覺咧好多家屬都會同我講，請護工好似開盲盒咁樣。咁究竟點樣可以去揀一個好嘅護工呢？喺國內嘅話，我哋需要一個養老護理員證，又或者健康管理師證。如果喺香港嘅話，可以分辨究竟係註冊護士、登記護士、保健員定係醫護支援人員。我哋都需要查證呢一個護工3個月至半年嘅健康證明。同佢面試嘅時候，有時候唔會淨係問佢你識唔識轉身啊，反而咧我哋會問佢，如果老人家夜晚要起身屙夜尿，你會點樣處理呢？如果老人家扭計唔食飯，你又會點樣處理呢？咁從中咧，我哋睇下呢個護理員嘅溝通能力同埋佢嘅解難能力。最後，如果可行嘅話，我哋都要睇翻呢個護工佢嘅實際操作能力，究竟佢轉身有冇注意到老人家比較弱嘅地方呢？或者飲水會唔會記得好認真咁樣去加凝固粉？呢啲嘅實際操作就可以睇到個護工嘅手法順唔順暢、細唔細心啦。所以咧，請一個護工唔單止係一個技術人員，其實係要請一個臨時屋企人翻嚟幫大家手。小紅書